台湾原生种的汤水鱼，台湾产行鱼，一般讲古鱼、苦花，合花许多人会讲切好。现真如果好故事提水果急、果咸，水温20度以下的水域，按人工来学，佫唔简单哦。不过花莲功夫嘅林伟山做到的，以前对河坝闹鬼一道鱼苗来学，经过几多摆嘅失败同试验，成功嘅复育繁殖苦花，和变做国内青苔，同时用模土方式来修嘅批发鸟杂，向下来看林伟上嘅故事。你係古魚，靠花崗石橋，先天原拍石、斑囊烏石，本布托長台各山體溪流，係部分古線托開闢300到2000位公尺嘅水域。你係一道山溪雕刻同地勢嘅人先後解。呢位石橋對水質特別要求，應來學難度當高。經驗是花蓮功夫而家後生人，以時代熱情同堅持，成功嘅同建嘅學到非常地擺，甚至含大量繁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这周遭附近的溪流，都是这苦花鱼都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数量非常庞大而且也非常硕大。那我会回来的原因最主要是，我们很多的保育的观念非常的差有些溪流呢，一些不孝的人士都会用毒的或者用电的把一些既有的一些原生种的固鱼把它残杀掉。因為唔盼得基地當中嘅溪流生態受到破壞，本來到台北做建中有嘅林偉山同吳家人討論了後，10年前決定將故鄉復育養殖石橋，完全都想不通所以说我市区去询问一些前辈或者是询问一些政府机关，但是都是被他们人冷嘲热讽，因为这种鱼来讲，对所有的淡水养殖业来讲，非常的难以驯服，也非常的难以养。金礦水質係育石橋第一重要界，雖然附近嘅河壩水當上嚟，不過林偉山正開始嘅時，還係受到水質好。水的浑浊就带来一些病菌，去使用一些平常的一些养殖法这是一个惯性的养殖法，就是一定会用到药物吧。看到鱼生病什么样的症状用什么药物。只係見表抗生素，希望用藥來維持石橋嘅康健。結果前2年收過200大批石橋，200弄差唔多4箱箱，了賠2000萬元，含白歸線嘅貸款。為下該用模土嘅方式學，透過引進附近嘅天然河壩水，了後本期停腳離果，只用粗鹽消土，同時到比塘地擺打掃一個沙袋，本石橋自然繁殖。沒想到情況開始改善。它的一个生态习性，然后呢才有办法说把它在野外的一个习性，把它搬移到我们的一个圈养池里面然后再利用圈养池里面，来营造它喜好的一个生育环境。当它觉得说很不错的一个温床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去那边产卵交配。林偉山也另外做生態溪流，可比就石橋出上就變入生態溪流地擺，本期自家學起來，個透過高低差水槽，阻隔無抗傾嘅石橋。在做这个之前呢，我们都是常常跑到野溪里面去看它苦花鱼它自然的一个环境，他看了之后，然后一边施作，然后一边去修改，因为我们在观察苦花鱼它的一个生态来讲，算是我们观察了1-2年，1-2年之后，我们再去把它施作出来。三分體嘅生態溪流，植物、水蟲、水蟎、水蛤，一道自然景觀弄人做出來，石橋同野外嘅生活環境完全複製。前2-3年的时候，它的效果都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都把一些苦花鱼它的基本的一些种
都把它放下去，没有其他的杂鱼在。但是呢，过3年之后，可能也是有心人一些要放生做什么的，就把一些台湾石滨或者是说一些无锅鱼就把它放到这里面。但是苦花鱼的话，它最怕的就是其他鱼类的干扰。所以隔一段时间，林伟山就必须要变数一摆，同生态溪流维持到只有车口生发的环境。对多方面嘅进行保育养殖，林伟山签好嘅是有60万枚嘅好成绩，这了后摆经过算唔清嘅考虑，尤其正开始嘅前3年了按多钱，几摆弄上标牌。阿妹嘅鼓励将本林伟山坚持落去。妈妈就说没有关系，我挺你们。你们既然已经以台语来讲了，头拿洗落辛苦来洗。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不能说，快到成功之时你就放弃，那是让这个也算是一个失败。你要一直要坚持下去。阿妹嘅话就像伊讲强心针，也系有力同温馨嘅后盾。支持人林伟山挨过地潮，总算到第4年，林伟山迈出第一枚自家休嘅车口。心里的感觉这个很难用言语上去形容因为那种喜悦来讲，还有说所带来的一个薄的利润那尤其是说有办法养殖成功起来成功的话，那种的感觉真的是。比这种中乐透还要乐透。加系经过失败是治疗后，当枪同向下重生嘅复杂心情，也经验林伟山学车口嘅技术越来越熟行，比堂也增加到12届。建造管内当小数用摩托方式学，同时太盘批发嘅氧气场。另外当初我学车口，系因为唔盼得溪流当中都看唔到车口，佢就清太车口数量了后，林伟山想要回馈自然。所以隔一段时间，佢就要找一条车口野放，平衡生态。我都会常常到我们花莲县的任何一条的溪流去一些去看一看去评估说看它这里面的鱼的数量有多少，而且它繁殖的鱼苗的数量有多少。林伟山知道，两下溪流地表嘅车口生态已经唔稳定，自家学也只为了应付第4个人，数量唔是嗰像之前咁多。为了生发，2、3年前开始也学太甲蟹，这对佢来讲又要重新来过。前2年的话，大部分都是1层而已因为那时候自己本身还不了解说它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它，因为这个大闸蟹它是属于穴居的一个动物所以说那时候没有去注意到，都是以为说养大闸蟹很简单，就随便养有一个很好的环境给它有水草有东西可以给它吃，那就好了。虽然去年太甲蟹嘅纯发率也无达到自家嘅目标，不过林伟山有之前学车口嘅经验，今天继续挑战，我为自家嘅事业更加添一笔正嘅色彩。